列国啊，着我来听。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着听。着知免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徛伫黑暗中的人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应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赐予咱，伊要分担国情，伊的名要称作奇妙的魔术，转灵的上帝，永在天地，和平平均，就是伫大必的宝座甲伊的王国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万军的上主的日程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因讲起有一位大君王，利用公义甲智慧统治这世界，最后带和平予世界。一个毋茫尊治正百姓的心内，因踮伫期待先知的异象，甲上帝应允的实现的生活中，总是因所期待的，却是几落世纪无动无静。百姓的信心伫绝望中摇晃。因就悄找复兴的路，虔诚的人伫意祈祷，却无伫暗暝会听见上帝的声。啥是上帝才会允许的百姓出声讲话？啥是弥赛亚才会讲？这款无声无息状况，啥时才会结束？但圣神的活开运行伫百姓中间。提醒上帝应允特别实现咯，就是出自圣经所宣扬大欢喜的好消息。恁的上帝、上主伫恁中间，就是全能的拯救者，伊要因为恁欢喜快乐，伊要用伊的主爱
互恁安静，各因为恁欢喜唱歌。当基督要降生的时，
便是对上帝的话超出安慰。因观看暗暝的星星，毋茫得着主降临的日子，近我的调头。有一粒星对雅各出来，有一个统治者对以色列兴起。因记得上帝捌怎样将因对乌暗的过去讨拔出来，因就开始向前，却无得到全新的和平甲恩爱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便是汤毋茫向前观看，也开始相信一个新的日子就要来。起来，发出光，你的光已经来到，上主的阳光已经要照你。搁一遍，上帝在宣讲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主的显明，永恒天命，光与之。
迄时，伫路加福音有记载，天使甲伯勒奉上帝差派，到加利利的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城，天见一个在色女，名叫做玛利亚。这个在色女一定甲大别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婚。天使到玛利亚遐对伊讲：平安，你是正有中间上有福气的，主甲你同在。玛利亚因为这话非常不安，心内一直咧想，这个请安是甚物意思？天使对伊讲：玛利亚，毋免惊，因为你有得到上帝祝福，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，你就加好名叫做耶稣。伊要做大，人会称呼伊做至高上帝的囝。主上帝会将伊祖先代别的王位予伊，伊会永远统治雅各的子孙，伊的王国无穷尽。玛利亚讲：我是主的奴婢，愿照你的话，伫我的心上实现。就安尼，玛利亚甲约瑟开始行伫互人恶直相信的路程。因是单纯百姓，却着负担超越的使命。因受拣选，真做上帝赏赐恩典，互世间人的器具。因无惊吓，充满信心，遵看上帝的使者对因所指示的代志。因做伙准备家己。来迎接特别来临的圣囝基督。圣经阁有记载，约瑟的细汉属大别的家，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上去犹太，到大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的，要甲玛利亚做伙去做嫁嫁。迄时，玛利亚已经怀孕。伫遐的时，玛利亚生产的时候，就是头一囝。
伊用布甲伊包，互伊困伫座里，因为体管无所在，通互伊住。无声无息、甲痛苦哀伤的季节已经过去，约瑟甲上帝所赐的囝，号名叫耶稣。一个名要超越一切的名，伊要成做全世界的
救主。无偌久，即个新正消息，要诚侪改变世界的奇妙作为。真紧，大欢喜的好消息就通过快乐庆祝的声，充满伫暗暝的空中。但咱来听到福音所记载，迄地区有一寡过洋的人伫野外，面是轮流咧讲因的英文。主的天使对因出现，主的阳光为蕊照，过洋的大囝，天使甲伊讲，毋免惊，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今仔日，伫大必的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恁会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围，倒伫座里，这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相赞上帝讲：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和平赐予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马太福音有记载，伫迄日做王的时，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。有几若个先上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伊问讲：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个伫甚物所在？
因有看到伊的星出现，专工来礼拜。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大好消息。一个福音要成做世间人的见证，传播到全世界。但咱着伫众人的中间，做上帝5万甲喜乐的器具，愿伫咱一切言行举止，拢会活出点伫基督的喜乐。Amen.
接下来，我们请非常牧师来讲道，主题是